嚴明熙自從加盟新公司 Sony Music 大中華區後，事業發展備受關注。近日，佢出席公開活動，宣傳自己嘅新歌《風裏》。對於傳聞話佢用咗8位數嘅天價簽約新公司，嚴明熙笑住話4+4都係8字，千萬加盟，咁我咪可以唔使做，否認天價簽約嘅傳聞。GG 表示好感恩，歌手身份令佢學到好多嘢，令到自己成長咗。佢仲提到早前 Vivienne Tam 邀請佢去上海出席時尚活動，覺得好榮幸，希望日後可以向師姐好好請教。有傳 Mirror 成員姜濤約滿後可能會加入同一間公司，成為佢師弟。嚴明熙話順其自然，期待未來可以同多啲歌手合作，拓展音樂嘅範疇。佢又表示好關心朋友鍾柔美嘅近況，希望佢一切順利。至於舊歌版權問題，GG 持開放態度，希望有機會同舊公司商討。